而家掛住8號風球，我都要嚟影呢套樓，係熱愛啊？唔係啊，係真係好筍啊！首期30萬就可以擁有咁靚嘅珠海情侶路別墅啊！你冇聽錯啊！後花園嘅位置大概有40平方，盤山小院純別墅小區，入正210到230平方嘅珠海情侶中路日月貝呢個位置，擁有咁靚嘅單位吓，哇晒！但係有私家電梯嘅。然之後前花園呢度呢，仲有30平方，旁邊呢就係咁靚嘅山景。我哋2樓有3個休息區房間，然之後負1層就係我哋嘅休閒會客區啦。可以見到呢，帶有私家電梯，仲送咗2個停車位嘅。負1層仲有一個咁靚嘅客廳，採光井令到整個地下室都非常光猛。好，旁邊呢度酒窖、瑜伽室、保姆間，出邊仲有2個車位，首期30萬啫喎。你話打8號風球過嚟影俾大家睇，